使傾家蕩產2萬零蚊帶你玩住美國11日。以為洛杉磯環球影城冇賣 pass 會好慘，結果發現咗最值得體驗嘅靈魂項目。呢個係我喺環球影城最唔想離開嘅體驗 Studio Tour。本來以為只係坐喺車睇製片廠，點知原來係一場60分鐘嘅感官震撼。佢有好多沉浸式嘅體驗，展示咗荷里活點樣無中生有創造災難。好多個 point 都非常有視覺嘅衝擊力。呢個絕對係我體驗過最有誠意嘅影城之旅啊！如果嚟 LA 環球影城淨係可以揀玩一樣嘢，絕對係揀 Studio Tour， 所以我建議一入完嗰陣就排咗呢個先。我哋就算冇買到 pass 排 game 都唔算太耐，但係 Mario 真係排隊排到懷疑人生啊！不過入到去之後呢，都覺得係值得嘅。樂園入邊仲有好多其他嘅主題，都充滿咗氣氛，要打卡影相都絕對冇難度啊！而且樂園出邊仲有一個好大嘅 City Walk， 有餐廳嘅餐廳，有 shopping 嘅 shopping， 真係全日都走唔到啊！留言 LA Send 環球影城全攻略俾你。